的圣殿内，互每一个阮的侍奉的同工，阮的心中充满上帝你圣神的同在甲帮助。愿一切荣光归于你的圣名，也愿今仔所做一切侍奉会通造就人，求天父上帝你帮助阮。首先，阮得到造就，得到扶持，然后上帝，阮手所捧的杯，阮所吟的诗，阮所宣读的圣经，阮所恭敬发出的祈祷，句句拢要充满对天地来开展，互听的讲的白白得到造就。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施恩祝福伫阮中间，也通过教会的直播，互侪侪人的生命得到帮助。愿伫你的面前恭敬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我嘛恳求天顶的上帝你为着万民来拍开恩典的门，互人会通过各种的方式来亲近你，也通过你来得到祝福。愿将今仔日的礼拜荣光归伫你，愿你的名降临伫阮中间，愿来恳求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来免帮我输紧，我就紧找 MV 就紧。感谢主吼！伫咱要敬拜进前，咱三个头来祈祷。
万款的阿爸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再一摆分别做成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恳求信心再一摆进入阮的心中，除去阮的惊吓，将你的平安喜乐放入阮的心中。阮的清早时，用阮的诗歌，用阮的专业要来敬拜你，恳求你的信心降临伫阮的会中。阮同心合意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灵。求你使我人的救恩之能，赐我的一滴灵来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正义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求你使我人的救恩之能，赐我了一滴灵来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正义路。
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主啊，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我们一起来唱，求主充满我。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你的宝血洁净我，
谢谢你的宝血洁净我。主啊，我渴慕你的话语，如同鹿渴慕溪水一般。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主啊，求你再一次的圣灵，再一次的来充满我。主啊，我仰望你，我仰望你。孩子献上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你是我的王。我们一起来唱《愿你的话》。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定，是我与你话语成为梦人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定。愿你的灵降临，是降临在这
我就近耶和华跪拜至高的上帝，着用什么啊？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合行。这是来吟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咱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交代，对在世万了之事，伫本州了多人来受苦，定是第4摆造雷母。第3天对谁人中好我，上天打一个全能的上帝的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圣道相通，最下面肉体高我，永远活命。阿门。现在请坐，三角来启用。启用文第一篇。无行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侮慢的人的位，这个人福气，
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善事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要是结过树枝，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平通。歹人毋是安尼，是亲像土坑，互风吹散。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就连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也是歹人的路，无。要来念圣诗249首。A 调249首 A 调，请坐地吟全首。我的愿主春雨胜秋。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看顾阮，保守阮平安，
伫你圣的日，阮来敬拜阿罗你，也将阮生活的重担放落伫你的面前，求你怜悯阮各方面的欠缺，补足阮的需要，也求主帮助阮，保守阮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阮知阮的性命是对心发出，帮助阮时时警醒，存敬畏的心，无偏离你的道路，互阮的心思意念伫你的内面得到洁净甲更新。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这是俄罗，咱请信歌队。Shabbat
恭守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箴言第4章23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再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书12章第1、第2节。路加福音12章1节2节。迄时，人聚集几啊万，至到3吨大。耶稣开喙，大声对伊的学生讲：“恁着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好，无有看目，也无露馅的，阮目无互人知的。”讲到慎防法利赛人的笑，请郑牧师。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真欢喜，有真侪对台中倒来庄家的兄弟姊妹演传社接触这位李新甲阿母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组织。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嘛有对外地来参加咱的一个林兄弟，阁有对1年来的 Daniel 甲Marisa， 愿上帝使用祝福伫咱的今仔日的礼拜。求天父上帝，互讲的人、听的人，平平得到属灵的智慧。咱做伙来祈祷。万管能的上帝，你的话一发出，就充满稳定、快乐。你的话一发出，人就得到改变。通过圣神的帮助，人要得到智慧，人的生命要脱离黑暗的关系。伫今仔日，阮做组织的时，阮要恳求你，互阮伫这个顽强背逆的世代。互阮伫即个世代所听到的话，特别是对遐个似是而非的话，阮有一个敏锐的智慧，阮会通知影，阮要怎样来听。祝福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小心谨慎，伫主你的真理顶悬。阮伫你面前来听即个2000年前主耶稣你的讲道，也听3000年前上帝你通过圣神感动所罗门所写。人就爱保守伊家己的心思意念，因为人的品格、人的思想、人的智慧、人的所有的情绪，拢是对内心发出。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用你的日出的光，也用圣神的光来照伫阮的内心，助阮脱离黑暗的势力。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今仔咱所听的这个题目，咱所有做伙来领受这句话。伫圣经的内底记载伫路加甲马太，耶稣伫一摆的讲道中间讲一个毋是譬如，伊是讲一个事实。但是耶稣并无真心来解说这句话，伊讲一项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的酵母。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真重要，因为咧代表讲人所讲的话，无拢是真正的真理，有当时是亲像真，又是像假。酵母伫2000年前就是一个生活日常中间所接触到的。耶稣所讲这个话，2000年来，咱有当时间咱听到表面，并无注意到讲，原来酵母就是一个真有影响力的人。也这你若甲注意想，这是一个事实。而嘛，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得到利益。因为2000年前耶稣这个讲道，伊讲到这个用一个譬如的道理。生活上，无论你咧做面包，无论你做啤酒，你拢会下酵母菌。迄个酵母菌伊会影响到伊原本的物件，互迄个物件脱胎换骨，全然变做无共款的物件。这个表示讲，人所听的话会影响伊的心，后来伊的心会影响伊的脑，后来影响伊的情绪，伊的生命会受影响。伊咧讲起隐而未现的影响力。互人忽视的影响力，咱的囡仔嘛是上惊是惊安尼。伫厝内所听的道理细讲，出去外面所听的道理，有当时就无拄拄是安尼。那安尼，咱要安怎帮助咱的囡仔，伫一生的中间，学晓听，学晓想，学晓做一个决定。求天父上帝今仔日个礼拜来帮助咱。今仔日个圣经中间有3节，拢甲保守你的想法有关系。
箴言讲，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你的生命的规矩、你的生命的成就，拢对你的心思意念来开始。人有善念，伊就做善事；人若有这垃圾的想法，伊就做垃圾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咱做上帝的囝子，咱常常因为做礼拜，咱常常因为听圣经的话，咱内面都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心。这就是今仔日的经文，3段的经文。愿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的礼拜所有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对思想来开始。我思故我在，我安怎想我就安怎做人，因为我的思想会影响我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咱，这是耶稣教伊学生的一个讲道篇。今仔日的记载伫路加特别12章第1节、第2节。这句话若论真来讲，并唔是这个路加福音书的路加亲耳孔听到的话。因为路加福音书所记载的，基本上拢唔是路加家己听的。因为路加认捌耶稣，并唔是伫耶稣身边12个人。但是路加是一个真敖听讲道的人，伊听人转述，就是听到彼得，也听到其他的门徒。因所听耶稣伫迄个加利利所讲的讲道了后，路加真足甲听，然后路加得到圣神的帮助，伊会去解说前耶稣所讲的讲道到底是什么。讲道的内容最要紧就是讲，信仰不是虚假，信仰不是假冒伪善。所以今仔日的讲道咧讲起信仰，真的信仰甲假信仰，有的信仰是表演出来。伫教会内底有人表现了真敬虔，我毋是讲咱。自古以来，耶稣所讲的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因祈祷爱互人看，就亲像一个牧师，若要做礼拜之前，伊拢爱跪伫遮祈祷。然后规户兄弟姊妹看讲，这个牧师真敬虔，因为逐礼拜拢跪咧讲台为阮祈祷。当然，这种的牧师真值得咱尊敬。但是兄弟姊妹，今仔咧讲的圣经是安尼，伊讲信仰毋是表演。路加所讲的重点是伫这个所在。马太咧，平听着讲道的人听着无共款的重点。咱中间80个兄弟姊妹做组织伫礼拜堂的中间听牧师讲道，咱有人听话头，有人听话尾。有人听了就云游四海，因为你有一句圣经在望着你的心，你一直咧想讲，这节的圣经到底什么意思？然后你就袂当接到牧师的节拍，你就进入伫你的云游四海，不要紧，因迄叫做圣神的感动。圣神的感动咱，有时咱会离开牧师言语的讲道，你会伫进入到上帝圣神亲自，甲你量身定做的道理。所以听的姊妹们，咱拢真做有福气的人，咱听到圣经的话，是上帝圣神亲自甲咱讲的话。今仔圣经耶稣警告伊的学生，恁若斟酌听，认真批判，认真判断，因为所有的讲道无拢是真正下伫圣经的道理。就亲像耶稣所讲的话，其实引起到古早人犹太人因有一句真有智慧的话。伊讲，你都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人也伫你的政治，也一个道理伫你的心内。假使伊若是错误的，就是一种霉菌。酵母基本上就是霉菌啦。兄弟姊妹，咱伫古早2000年前并未遐认真想，但是我活伫这个21世纪的这个时代，生医科技，互咱有真认真会当得到科学的知识来读圣经。才发现讲，耶稣的讲道原来这样有意思。但这牧师会甲咱解说讲，真菌怎样影响到伊四周围的物件？霉菌怎样影响？霉菌你看到表面上，比如讲一个面包顶悬有一只白白，你就知讲这叫做生菇啦。兄弟姊妹，你就千万唔通食，因为生菇所定类的遐根，你敢知影？霉菌的根触角已经遍满规地面包啊！有一摆我伫这个超商买到这个三明治，放伫我的车顶袂记食。一礼拜后，我才发现讲迄个三明治无食，我甲摕起来看，完全甲新的同款，拢无生菇。我以后拢唔敢买迄间的物件。
兄弟，安尼有道理无？一个放一礼拜袂使苦啊，佮日头下骹趴伫车顶的，即种物件你食了无死，你就要感谢上帝。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咱的心思一定要斟酌听，毋通耳空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就今仔一个礼拜。耶稣讲，恁着爱细耳听，爱心斟酌，来认真来听，来做判断。法利赛人的酵母，伊基本上来形容迄个错误的教导，对圣经错误的认捌。虽然有关的考亲像咧讲解圣经，但是基本上伊甲圣经甲活活的真理讲甲亲像死去僵化的教条。将活活的真理讲甲亲像一个冷冰冰的教义，兄弟姊妹，愿咱做基督徒，毋是安尼。咱毋是干那听一个即种的律例即个规矩的教示，咱是真正听到对咱的生命亲像讲迄种的真理，要互咱的生命得到智慧。那安尼，耶稣伫今仔日中间甲咱讲什么？真简单讲，就两项：信仰毋是虚假，咱来做真的基督徒。因为法利赛人，互耶稣甲伊提出来，甲伊做形容，最重要就是法利赛人伊的信仰常常拢是表面化的，伊守真侪犹太人的规矩，但是伊并无真正活出来的，互人得到自由的真理。所以耶稣讲，因是假好，因为因徛伫街头，伫遐安尼真敬虔的祈祷，是要祈祷互人看。因伫礼拜堂的中间有真神圣的态度，伊嘛是要表演互人看。信仰毋是表面互人看的，信仰是人甲人、人甲上帝一个真敬虔信仰的态度甲生活。兄弟姊妹，愿即种的敬虔的圣心进入咱的心内。因为以赛亚11章第2节，伊讲敬畏上帝的心若伫人的内底，人就有智慧。有聪明，有策略，有能力，有知识，阁有敬畏的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想耶稣所甲咱讲的话。这毋是干那甲古早2000年前耶稣身边迄群人，耶稣所讲的话，2000年来不断，常常伫无共款的教会，伫无共款的讲道中间。所以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安尼讲。健康的信仰毋是建立伫一个神迹奇事。因为当耶稣要讲道进程，法利赛人甲这经学士，因公开甲耶稣讲：请你行一项新约，阮就相信你咧讲的讲道。迄伫马太中间伊讲较头前去，原来这群人来听讲道，毋是心内有这种善念，因是要看好戏。看这个人随所讲的，甲伊所做的有一致无？但是耶稣知影，耶稣就甲伊讲：，那伫这种弯巧背逆的时代，上帝就无再恩待恁得到新约，独只有约拿的新约。恁会记得这个故事无？约拿的新约什么意思？悔改的信心，人重新悔改伫上帝的面前。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为着咱的心祈祷讲，主教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这是今仔日的金句。兄弟姊妹，愿这句话成做你一生中间的祈祷。你甲上帝祷讲，主啊，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日日换心，年年进步。今仔阿母行一步，我忽然发现讲，哇，甲以前的小不点无共款，阿母即么足大汉的。兄弟姊妹，上帝祝福咱的囡仔一代搁一代。咱毋是干那来做礼拜交陪尔，咱来个这做礼拜就是要带咱的囡仔来见上帝。咱以前细汉少年的时阵所认捌的上帝，就亲像立新甲这座这位，恁古早伫教会内底参加夏令营。恁伫这个所在认捌恁故乡的教会，嘛伫这个所在认捌上帝。今仔日嘛像母恩来到咱中间，做伙伫上帝的面前，咱带咱的一代一代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听上帝的话，来领受上帝对天庭的祝福。所以今仔日所讲的这个故事，其实
犹太人2000年前，耶稣所讲到进前2000年前、1000年前，以色列人出来埃及了后，对以色列出来埃及到耶稣大概将近1500年。对出来埃及了后，以色列人有一个因的家族的习惯，就是每年伫搬过节，就是纪念出来埃及的迄个得到释放、对奴隶真最自由的民族，迄个搬过节。犹太人第一日一定叫做除酵节。伫这个搬过节这段时间，祝棚节，因一定做胖做饼，一定要用袂使下酵母菌。所以圣经讲，因食迄个无酵饼，无酵饼歹食，因为伤甜。但是因伫迄个中间的纪念，意思就是讲，对于阮的生命中间除去迄种阮过去伫埃及中间所感染的遐奴才气质。除酵饼的意思就是讲，将阮过去的奴才气质、迄个奴才文化、奴才痛苦、遐做遐过去捆绑阮的遐想法，阮伫旷野中间，甲伊斩除所有的遐个过去所受的不好的影响。兄弟姊妹，所以犹太人到耶稣的时代，耶稣一讲，真侪人犹太人因听有，因为亲像耶稣咧甲因讲，恁的祖先教恁都爱食无酵饼，意思就是讲除恶必尽。伫你的生命中间，所有无好的念头，一定爱完完全全洗清气，甲斩除。有啥物人有才调斩除？无，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力太大了。独只有啥物人？主耶稣羊羔的保惠，这就是基督教咧讲的福音啦。因为耶稣基督的影响，所以每一个家族拢有可能脱胎换骨，每一个人拢要洗清气。所以今仔日会讲到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咱对马太话，咱对路加的记载，咱会想耶稣伫今仔日伊所要甲咱讲的话。拄则牧师有小可解说这个经文，耶稣伫这个所在，路加12章第1节、第2节的中间接落去讲，伊讲要谨慎，要细致。法利赛人所讲的道理，毋是讲听一半，你要注意听。有当时伊讲的是表面的，是一个包装的，毋是真正正确的圣经的意思。就亲像恁会记得一句话，耶稣讲：礼拜日是为着人设的，人毋是为着礼拜日来出世的。恁知迄个意思吗？礼拜日是一个上帝所设立人甲伊见面的，但是人为主，法律为辅。恁听有意思吗？毋通本末倒置，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咧讲，是犹太人、法利赛人，因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法利赛人这个字基本上就是立意为善、初衷为善。因为法利赛人这个字的意思是讲脱离这个世俗，分别出来，就亲像今仔日咱咧讲分别为圣人。法利赛人其实伫犹太人中间是一个标准的模范的一群人，因为因追求足彻底上，伫信仰上的照规矩，所以因家己号一个阵了，互人甲因封一个名叫做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讲，因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起初如此，但是后来修啊修，修甲变做表面化。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几啊代基督徒，咱特别爱细致，因有时到尾啊，咱的家族会变做一个形式化。我伫少年的时阵，我的青年团契的阮的这个大哥大姐甲我讲一句话，我永远会记。伊讲上帝无孙啊，恁听得怪怪我。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单一甲上帝的关系，毋是因为你的爸爸是基督徒，所以你就自然而然会成做捌道理的基督徒。伊搁再甲我讲一句话：福音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一寡老基督徒无做礼拜，感觉怪怪碍摇，但是来做礼拜好又空空来空空得去。信仰毋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咱伫今仔日礼拜，所听的姊妹，新的一年太多的祝福，对年头到今仔日到新春，搁到将来到年底，我咱每一届拢伫上帝恩典的中间向前行。
愿天父上帝，互咱讲做真的基督徒，因为耶稣讲不要做假冒伪善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个第二，伫今仔日个话中间，即个马太伊有愿记载着一段话。马太伫迄个中间所讲的，就是法利赛人伊的道理，基本上是一个僵化的教条所以恁爱细致。似是而非道理要做细致，这嘛是感动牧师今日甲咱做伙分享。关起头我的题目，我是甲伊好讲看不见的影响力。兄弟姊妹，你有同意？伫今仔日时代，有真侪安尼对啊讲，唔对啊讲的道理。你听遐新闻报道、谈话性节目，你听了了，即台换来换去，你煞唔知对一台讲的是真的，有无？伊咧讲。圣皇看不见的影响力，咱的囡仔成长的大汉过程顶关，嘛有一种影响力是看袂到的，就是今仔日个经文咧讲迄个酵母菌。酵母菌充满伫即个大自然的中间，无所不在。一旦有即个酵母菌甲霉菌目着，有可能一世人永远无法度根治。我头壳定定会痒。捌一段时间，探望了，去找医生，医生讲这是霉菌感染，霉菌感染无药医，会当控制，但是无法度断根。我毋知真诶假，伊讲你得爱心宽体胖，因为霉菌就是你若既然有压力的时候，你的霉菌会愈搞怪。困好好，食好，放轻松，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有一种看袂到的影响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除恶避尽，帮助咱伫今仔日来听这句话。200个圣经，耶稣开嘴甲伊学先讲，恁着持守法利赛人的教，意思就是要小心。伊伫这个所在讲到，牧师所咧提起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法利赛人的教到底是咧讲什么？下面路加有解说，那一个酵母就是讲假冒伪善。货不真价不实的圣经的道理，加好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对少年到年老，哪来哪真，亲像黄金落花露，咱的思想清气，咱的品格清气，哪来哪顺转？因为主的意爱咱亲像伊讲，恁的上帝是完全的上帝，所以恁就要追求。完全的生命，佮落伊讲，隐藏的没有不彰显。地产无有迄种永远袂去互人知啊。第20节的意思，无有看捌，无露现，无有隐瞒，无互人知。地产人一听就知啊。但是人若讲一个地产，爱搁再继续解说，爱用真济人愈解说越心虚，对吧？人若愈解说，人心就愈不安。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这礼拜了后，你要离开的时候，你会当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胸前，你讲主保守我行入这个世间，这个世俗的社会，主你保守我的想法，保守我的思想，互我独独只有听上帝你的声，独独只有听圣经的话语。求天父上帝帮助，互咱得到帮助。咱有一个兄弟人举，伊若咧拄着伊心内有一种幻觉的时，伊拢会问牧师讲：“牧师，你陪我祈祷。”我会甲伊讲：“来，人举，你将手你放伫你的头壳，你奉主耶稣的名，你斥责那种幻觉，你不喜欢的感觉，你甲上帝祷讲：我不要那个感觉，奉主耶稣的名。”互伊离开，兄弟姊妹，咱会当安尼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叫做属灵的军装，这嘛叫做圣神的帮助。愿咱伫主的面前，两个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做分享的功课。第一，咱来追求一个里外一致的生命。伫人的面前，伫人的背后，伫外表，伫内在，伫上帝的面前，伫我的内面，我拢要做返璞归真。里外一致的基督徒，兄弟姊妹不简单，但需要上帝的话
上帝话亲像光，伊会照伫咱的内心，你要有智慧。上帝圣神踮伫你的心内，你就会明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第一个祈祷，咱出手，咱甲主祷讲：主求你，互我回归除孝，除去我内面过去伫这个世间酱缸内底影响的。主，我无爱做灰色的或者变色龙。主求你帮助我，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主的面前，无搁再做表演的人，很辛苦。演员你在舞台上很亮丽，但是到幕后咧，经常是真孤单。你捌听过迄种小丑的迄条歌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戏是敢若演互上帝看，毋是演互人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人前人后，咱拢货真价实。伫上帝的面前，咱无做表演的人生，因为表演代表无实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拢带一个新的态度开始，带着一个新的态度开始咱的人生。嘛，带你的囡仔带着正确的态度过一世人，对细汉的时阵童真无邪，一直到伊年老，永远才做一个正直、清气、品格的囡仔的老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法利赛人初衷良善，拄则无事甲咱解说法利赛人这个字，伫犹太人的话，其实就是分别出来的人，意思就是脱离这个世俗，亲像不教咧讲的出家食菜人。法利赛人真正是伫所有犹太人的中间，真正是一个足极端的这种圣洁主义的人，因绝对不跟罗马帝国妥协。伊甲撇伫礼拜堂内底遐大祭司、祭司头，甲经学书无共款。你讲犹太人较遮复杂，真正，因为咱过去可能若无注意的时阵，伫圣经内底咧讲的这个经学书、甲这个大祭司、祭司头，甲法利赛人，因是无共党的呐。祭司头是伫礼拜堂，这个经学书嘛是礼拜堂即派，法利赛人毋是，因不妥协，因叫做。这个在融入在香根草根性的人群当中，法利赛人，有真长的故事通讲，这群人到最后是犹太人中间反而是硕果仅存的人，但是因为圣经中间互耶稣骂上忝，你若注意去编圣经，你讲耶稣骂因讲，因是一个抹壁香明光，是一个粉刷的坟墓，意思讲梦里内底拢烂了了，但是外壳还阁用石灰粉抹起来很亮丽，意思讲人的外表足好看，但是内心呐，已经拢是腐朽不堪。主帮助咱，伊讲因是青梅人带青梅的人，阁有因所讲的话，就亲像酵母，是毒蛇的种类，是这个意思。伊所讲出来的话，会入人的心，亲像毒素，会污染人的思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儒家这毋是干那甲耶稣开始，伫犹太人出埃及，伫3500年前，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犹太人就开始有一种的祈祷，叫主啊，除去我心中的垃圾，除去我心中的罪，除去我心中无合理的道理的念头。所以每一摆过这个祝棚节的时阵，因食迄个无酵饼，就是提醒，就亲像咱圣餐。到今仔日，全世界的圣餐拢会用这种无酵饼。咱看到咱买来迄个白白迄个饼有无？迄就真正是无酵饼啦。咱照按那个纪念，意思就是讲，这个饼是完全纯全清气的。我吃落去了后，我的生命就得到清气。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这个祈祷，咱甲上帝祷告，帮助我。返璞归真，兄弟姊妹，这个功课真重要，这个祈祷真重要。一个人若行迷路，上重要就是紧到伊原起头，迄个双岔路，第一个所在停好，第一个所在找重新出发的路。但是人常常是袂晓返璞归真。
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信仰对咱来讲，就是一个，互咱定心都要到上帝的面前，定心都要到圣经的面前，追求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态度跟正确的方向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除孝节不是干那犹太人，基督徒嘛是常常安尼。咱逐个月一摆的圣餐，咱摕迄个饼的时，恁拢会听到牧师念一句话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恁会记有句话吗？所以做礼拜就是咧纪念主耶稣的话，做礼拜就是咧纪念主耶稣的教示，做礼拜就是咧求上帝帮助咱换新咱的想法，换新咱的态度。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因为上帝爱咱心清气，内面有正直。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以今仔金句有2节，51章51篇诗篇51篇第6节讲：你所爱就是心内诚实。诚实这个话伫希伯来语叫做阿门。听这样，诚实这个话伫圣经内底希伯来语叫做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信实啦，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所以基督徒最后咧讲阿门，真有意思。伊讲我所讲的话，无一句话是乌白讲的。主啊，因为我若乌白讲，你拢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我心所愿，实实在在。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常常实实在在。咱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特别圣神向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圣神用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甲咱洗身躯，这叫做顶头洗。耶稣讲，约翰行洗礼，约翰用水甲恁行洗礼，独独恁就爱听候圣神的洗礼。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甲咱做清气的心，换心正直的心。锁定兄弟姊妹，保护恁的囡仔。当因老讲着怪怪伫学校内底听出来，你知影讲不对劲，你要好好甲伊牵咧，啊，甲伊坐，互伊坐咧，互伊当坐伫你的身边，有当时嘛当坐伫你的大腿，啊，然后你甲伊梳头壳梳了，你好好啊甲伊讲，将上帝的道理好好啊讲互你的囡仔听。兄弟姊妹，这是祝福呢。咱唔通看见用上帝的话来讲互你的囡仔听。你讲牧师伊敢听有？兄弟姊妹，我相信因听有。今仔我看到阿母的眼神，我知影伊认真咧听。兄弟姊妹，咱的囡仔唔是一定要听迄个囡仔话呢。咱的囡仔其实上需要就是认真听大人所咧讲的话。阿公的道理，阿妈的道理，妈妈的道理，爸爸的道理。兄弟姊妹，上帝的道理要帮助恁的囡仔伫将来有一个预防针啊！因为恁的囡仔将来出社会进前，已经得到上帝完全的智慧的话保守的时阵，因出社会中间，恁免惊叫遐好巴西枪甲因影响。咱的囡仔要成做一个有智慧、有坚持、有能力的人，阿门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囡仔内面有清气的心，有正直的心，唔免惊吃亏啦。你讲牧师故意的人，拢惊常常互欺负，我无安尼感觉。兄弟姊妹，若有上帝护心，唔是上帝护心啊！若有上帝保守的人吼，无人会当家欺负。你相信吗？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有咱的主耶稣甲咱同行，咱要行治罪。有咱的上帝甲咱同在，咱要行治罪。治罪是古早人下门话啦，翻做白话字，即摆真侪少年人治罪听无啦。治罪用中文安尼写，叫做是谁人？治罪是甚物人？无人会通互咱甲上帝会听三家长。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祈祷讲主啊，将遐虚假，将遐白贼话。无存在伫我的家族，无存在伫我的家庭。我的囡仔做唔对代志，唔免拍，做讲白贼较重要。做唔对代志，你也该叫以后用对方法去做。但是
伊若讲白贼，你爱真严肃甲伊讲，讲白贼是所有人中间上大的代志，天大地大。囡仔细汉来讲白贼，就亲像讲细汉头板布，有无？大汉头砍牛，兄弟姊妹，小小的错，就是迄个酵母真菌纳入人的心，伊就定根。怀出鬼胎，生出无好的念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二，兄弟姊妹，伫今仔这个礼拜，牧师要教咱一个叫做关门的祷告。这伫灵修古典的灵修中间，因的祷告有两种，一种叫做开门的祷告，一种叫做关门的祷告。开门的祷告就是讲，上帝求你甲我开稳定的门，啊，要安怎用？今仔日要出门去食头路，今仔日要出门去公司，今仔日出门要去你的职场。主啊，今仔日穿西装，干了骨带，我已经整做好啊，我开始要出门。主啊，求你甲我开今仔日稳定的门。我进入迄个开会场所，主你赏赐我智慧的能力，伫开会中间，我要好好主持这个会议。开门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将一支锁匙交彼得，恁会记无？伊讲：你所开的门，无人会通关；你所关的门，无人会通开。开门的祷告跟关门的祷告真重要。开对了门，关对了门。关门的意思就是讲，主啊，今仔日我要困啊，我将今仔日伫外面工作场所拄到遐委屈、遐受气，主我不带回到家里面。我今日我的厝来了，我的厝就是一个沙龙伊甸园安静的所在。我不爱将我外面来的委屈带给我的囡仔，所以你要入恁家的时阵，伫迄外口的地毯，你要甲你涂粉骹安尼，遐泥巴滤掉了后，你顺便甲上帝讲：上帝，我将今仔日的性情遐无好的情绪，拢放伫外面。但是等我甲我的家门关起来的时阵，只有平安喜乐。这就是关门的祷告。搁有，我不爱迄个幻觉幻听。主啊，这幻觉幻听，互我感觉毋知是真诶啊假。你会当安尼祷告讲：主求你甲我关起来，若毋是你所赏赐的真理，袂通进入我的心内。兄弟姊妹，这个就是圣皇看不见的影响力。求天父上帝帮咱，圣经的话不是空谈。昨暗咱的查经班咧读的就是昨下早拜六下早咱所读的就是大卫包森的这个雅各书第一个纵览，后礼拜有一届第二讲咱咧读的雅各书。雅各书中间有一句话讲：圣经不是空谈。兄弟姊妹，圣经的话不是凊彩讲讲的，所以牧师绝对要认真，袂使凊彩讲讲上帝的话。耶稣真责备讲。这法利赛人其实是扭曲了上帝的话语。兄弟姊妹，讲的人、听的人，拢爱平平小心细意。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知影耶稣咧甲咱讲什么？耶稣咧甲咱讲就是讲，讲道的人袂使凊彩讲道，听讲道的人嘛唔好凊彩听讲道。原咱拢听到上帝的声、上帝的话，因为这叫做。细正的教育，正确的教育，正确的观点，正统的教义，这是圣经内底真重要的一种的态度。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那假讲就是出着迄个恶者，迄个黑暗的关系。是就是，毋是就毋是。假讲的，遐个拢是出伫无好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主保守咱的心，因为人的心思意念就是你将来生命所结的果子。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想将一个好的种子放伫你的心内，将一份好的种子放伫咱的心内，不是垃圾，谨慎听。箴言内底，我一句上会记哩，第1章19节，是我的妈妈伫我细汉的时候。常常甲我讲的，因为发现这个阿成出嚟定定甲人冤家出嚟安尼脾气足够，真紧就压起来。伊甲我讲，紧紧听，慢慢讲。这句话是犹太人咧教囡仔犹太人因若看到囡仔咧发脾气，伊会甲伊揽，会讲安静，
想好，慢慢来讲。阿兄，你咧生气吗？是，我足生气。你咧气啥？你咧气啥？想好，慢慢来讲。兄弟姊妹，上帝圣心嘛是安尼咧对待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谨慎听，谨慎看，谨慎想。咱拒绝伫今仔日这个时代，似是而非道理，似是而非价值观念。今仔日这个时代讲笑贫不笑娼，你同意吗？当然无同意，但是咱无拄是行为中间，咱会画着很干净的清楚，对不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个时代，你会知影迄个看袂到影响力，其实影响力是啥物？伊的本质就是耶稣今仔所讲的这个孝母啦。为着要准备今仔日甲咱的分享，我所知、我听、我思考，我后来我才知影讲，从我70岁、68岁之前，从来唔知影种孝母原来叫做真菌啦。恁若是读生物科技的人，恁知影讲酵母原来就是单细胞真菌霉菌是一种多细胞的真菌一样，但是这种的生物伊没有嘴巴，伊要来食物件，伊伸出触角，伊将伊的酵素放，那就注射注伫伊个面包，注伫伊个茶头，迄个茶就生出，咱讲啥物香菇啦。灵芝酵母菌伊将伊酵素注入伫这物件，但是较要紧毋是迄个香菇，较要紧是讲酵母的影响力，一旦互伊附着，伊的根就遍满了所有的心思意念。兄弟姊妹，世日这个社会有真侪价值观念会影响咱，咱来真正问上帝讲：主啊，这句话有理也无理？这句话有理也无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一旦无道理、无好的话入咱的心，伊会遍满咱所有，包括咱的情绪，包括咱的念头，包括你的思想。我再讲一摆，无好的价值观念会影响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欲望，会影响你的想法甲主张。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这个真菌真可怕，就亲像霉菌遍满在各个地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感谢耶稣伫今仔日个礼拜，甲咱讲这篇道理。耶稣讲：你要谨慎，因为酵母入你的生命中间，它最重要的影响力叫做同化，不是童话故事的童话童话就是讲，甲你变做我，甲我的想法。放伫你的内底，后来你就同意我的主张，你就互我牵咧行，你就亲像我的路在对我行。童话意思是安尼，你的内面所有的主张，都拢无搁再有耶稣基督的本质。你后来的主张，就甲这个世间拢共款。霉菌最重要的就是扭曲、改变咱的体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做一个祈祷，你嘛当为你的囡仔画十字架，阮伫阮的囡仔出世以后，若每一届阮做伙，伊要出外也好，伊要倒去职场也好，到即马遮大汉，阮犹原常常甲伊画十字架。兄弟姊妹，父母的官兵就伫即个所在，无因为咱的体力，无因为咱的经济，父母最大的属灵官兵就是甲你的囡仔祝福，甲伊画十字架，因为上帝将即个官兵收束互咱。画十字架意思就是，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你三脚地地，也愿主耶稣基督保守你，你出你入，拢得到平安。兄弟姊妹，一世人做囡仔的大人，一世人带囡仔到上帝的面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虽然有真侪黑暗的关系抢行，所以圣经讲魔鬼亲像好狮，你捌听过这句话无？无好的想法。遍满伫这个世间，愿天父上帝保守你的囡仔，无受到这无好思想的同化、结构、渗透，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会通真正有这种的精神，因为圣经讲，行了恁中间有无好迄个毒素的根，定根亲像霉菌，定根伫你的思想的内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
你来设计，恐怕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心思意念。求天父上帝保守咱，咱花手讲，主啊，今仔日无使错，阮读箴言，保守我的心。主，我无能力，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主耶稣保守我的心。阿们吗？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个礼拜有所收获。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礼拜有意志、有决定、有思考、有责任。祝福咱改变，搁再改变；成长，搁再成长。咱同齐来祈祷。主，阮伫你面前安静，愿互你的圣神将拄则阮所听到的感动，搁一摆刻条伫阮的心内。主，互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智慧。得到快乐，生命拢得到荣耀。主帮助阮正做一个光明的镜子，阮的一生有尊贵、有清气、有正直、有良善。主帮助阮所听的讲道，会当正做智慧。阮做未来，恳求圣神帮助，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放伫阮的内底，一代搁一代。祝福阮。常常听你的话，也因为你的快乐，阮的家族一代比一代，搁较有上帝你的荣耀甲权能。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兄弟，这是来吟圣诗297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行，请起立吟全首。
现在请坐，准备奉献。请坐。啊，这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来兄弟，叫做林世伟弟兄吼，啊，伫咱后壁咱欢迎伊对台中来吼，咱欢迎伊对台中来。啊，林弟兄是台中施恩堂的教会的会友吼，啊，咱真欢迎伊今仔日拄仔来得堂，啊，甲咱做礼拜。咱阁真欢喜看到台中倒来庄家吼，燕传社啊，阁有啊借左借伟立新，啊阁阿布，啊我敢有叫唔对是穆恩吗？吼，啊穆晨啊，对不起穆晨，吼牧师甲你叫唔对，吼对不起啊，吼，咱欢迎因倒来做。立新的黄教授，吼立新的先生黄教授，吼，咱真欢迎，嘿，感谢上帝，吼啊，阁有就是 Daniel 嘛。吼，等你来吼，啊，个玛丽莎新来，咱教会新来的会友哦，吼，伊对和平教会啊来搬来得住哩得等，吼，啊，我们在主里面相聚很快乐，吼，啊，兄弟姊妹，今仔有一好消息甲咱报告，啊嘛有忧伤的消息甲咱报告，但一个咱伫啊念这条耶稣听你的诗，咱纪念这个事，啊，咱甲苏慧就恭喜有一个外孙，吼。有一个外孙苏慧杰啊，迄个佩蓉吼，啊有一个囡仔，咱真欢喜。啊，名我毋知叫毋对，叫做苏李恩了。吼，咱真欢喜佩蓉有一个小 baby 吼，上帝照顾健康养健。啊，第二样代志就是昨天晚上啊，咱接到一个赵真吼，啊赵真甲一个义气。啊，有写来，咱若伫教会族群内底，你有看到，你毋知讲即个人是啥物人？咱有一个兄弟叫做黄宏仁，啊，已经出一届车祸了，一直都在疗养院吼，啊，脑部有受伤，啊，昨天晚上他安息主怀，吼，昨晚上啊，伊伫迄个彰化医院啊，蒙主恩召吼。咱为着因诶，即个家庭祈祷吼，啊，就是建中诶弟弟啦，迄个廖建中，不是廖建章，黄建章吼，黄建章诶，咱做伙来念这条诗歌吼，让这条诗歌，咱互相，咱为因祈祷吼，为欢喜祈祷嘛，为忧伤祈祷。
愿主会听，甲咱每一个位三角地带。我也所听你，也所听你，伫你心中最大的祝福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永国度。我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当心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首先要为着赵真甲义气，为着因的家族来祈祷。主安慰因的心，也帮助因陪伴因安息的得到。阮恳求主，你伫这个家庭施恩保守。主，我们为着伫病房咧康复过程的当中的刘连勋兄弟，阮求天父上帝照顾伊，互伊有勇健的气力。通早一日倒来到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阮中间年长的4大人，阮的长辈，互阮的长辈因伫主你的稳定中间，每一工拢有主你所想事平安甲喜乐。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照顾阮出国的囡仔，包括伫恒恒国外的刘玉明、义轩甲刘玉君，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阮出国伫外面工作阮的青年。求天父上帝保守因出入平安，也互因伫工作顶悬有充足的能力，主你的稳定甲因三角地带。至诚的天父上帝，阮也为着阮的聚会，感谢你用你的听充满伫你家己的圣殿，互阮会通感受你听的怀抱，也伫这个所在来分享主耶稣基督的听。主，当阮唱出这条诗歌的时，愿主你的听运行伫逐所在。今后有需要的人，伊的心就互你的听来充满，无搁再有忧伤、看路动荡。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愿高举你的名，愿领受你的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下边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吼，咱今仔日有圣在兄，有世庄，有郭依林，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吼，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做来祈祷，做每一摆，阮的兄弟姊妹有生日的时，因恭敬徛伫你的圣殿，因对主你来发出因心中的恳求。主求你的祝福，就是一个福杯满溢、稳定满满的人生。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阮真做一个会通手捧救恩的杯，甲人同得福音好处的基督徒。主啊，伫每一个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阮为着因的人生来祈祷。主啊，伫你面前恳求你照顾春作者，也照顾圣在兄，照顾依林，照顾世庄。主你嘛照顾照顾义安。我们恳求主你保守，所有伫这礼拜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主你的稳定，甲因三角地带，互因举手来领受，也互因心中充满主你甘甜的恩惠。至诚天父上帝赏赐。因智慧甲能力，通管理家己的人生，无论是产业，无论是工作，无论是情绪，无论是信心，主求你甲因三角地带，主互因有智慧的心，通算数家己的年日，也会通对年头到年底过来365日，逐工拢甲主你同在。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书会来报告哈，做书会报告。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
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早起9点，甲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光护塞下礼拜，诗会张世昌执事领诗陈仁凤长老、苏琴、李慧英姐妹、苏恒交代、刘雨生甲张文芬两位执事，爱参李淑晶姐妹。神安讲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来灵修。集体交通第一，2月7日有圣餐礼拜甲中集会，爱餐后，大家整理教会环境，大扫除，除旧布新，请大家做伙来服侍。第二，2月17早起9点半，青社礼拜，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祈祷，迎春迎福。礼拜后有新春爱餐分享，愿意共享爱宴，欢迎一道菜。行路的兄弟，请毋免客气，欢迎共享主恩。第三，2月12中华中会春季议会，请代祷。第四，咱为生日的兄弟来代祷。奉献报告，咱请家己看，若有错误，答案过价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心身欠安的兄弟以及教会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二，为教会青少年心身灵课业升学考试代祷；第三，为适婚青年婚姻代祷；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刘一鸣、林义君、刘义军。代祷，用上营511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接导。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同在、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大家请坐，默祷闭会。